點解咁多人中意側身嘅？冇女人咧係唔想要床嘅。我住喺吉隆坡，但係來自南部，識聽唔識講嘅嗰度好多，我就係其中一個。唔好意思，連孟加拉都叻過我。我細個就聽 Beyond 嘅歌，學友同華哥都幾唔錯。嗰日遇到佢真係索，佢話佢來自香港，住喺北角，喺蒙古返工。我想請佢食咖喱角。我哋睇香港電影電視劇都好多，星爺發哥、特哥、偉哥、哥哥。呢度唔中意睇配音，外原汁原味，好似我。雖然廣東話講得唔好，但我會學。我花咗好長嘅時間寫咗呢首歌，雖然唔係幾標準，但希望你可以睇到我多日苦心訓練嘅成果。為了你，我學咗廣東話，我不捨不棄，不日不夜學到半死。為了你，我學到你都僵化，已不知不覺識讀識睇，你快樂嗎？有啲嘢唔係咁容易清楚明白，點解1、2、3、4、5、6做乜柒？唔講得交又唔講得，香港嗨唔嗨唔中意交柒，要點算先得？多日又叫屎忽，我唔撚我好勤，俾我多啲時間，一定要你睇到我嘅真心，想食你一啖唔使驚，我條你冇冇，我可以搬去香港，日日陪你老母，每屌你老母，一個人喺屋企可以教你老味講英文死嗨，你嘅嗨如果太臭我攞去洗，如果洗唔乾淨我就攞嚟屌屌，乜都得。你唔使煩，我對你冚家都好好，冚家拎去玩，冚家都富貴，齊齊去買地產。家嘅地產叫冚家。為了你，我學咗廣東話，我不捨不棄，不日不夜學到半死。為了